腓立比书第4章，我所親愛、所想念嘅兄弟姊妹啊，你哋係我嘅歡喜，係我嘅冕旒。我所寫嘅啊，你哋愛靠主企穩。有阿貼留順度基啊，我懇求你哋愛同心，就像信主嘅姊妹，我忠實嘅同伴啊，我也求你幫助佢兩下，因為佢哋在福音嘅工作上，同我結裏面，留其他嘅同工是向下勞苦，掠到人嘅命，全部已經記在上帝嘅生命冊。你哋愛因為同主結連來常常歡喜。我再講，你哋愛歡喜。對所有嘅人，你哋隆重愛顯出謙卑。主愛來咧，應當全無掛慮，凡事愛祈禱，將你哋所需要嘅，留上帝講，用感謝嘅心來祈求。上帝所賜嘅超過人所想象嘅平安，會通過基督耶穌保守你哋嘅心懷意念。兄弟姊妹啊，總講，你哋愛時常留意，計到好得很，留堪得稱讚嘅事，一切真實、高貴、公正、純潔、得人惜、留光榮嘅事，你哋全部愛看重。你哋對我所學習、所領受，也係所聽到、所看到嘅言行舉止，隆重愛實行出來。賜平安嘅上帝就會留你哋同在。我在主嘅生命地位極歡喜，因為過安久以後，兩下你哋又攻擊我，其實你哋一直關心我，總係無機會好表示聽聽。我按樣講。唔係因為我缺少乜嘅，我已經學會滿足現況。我哋樣辦過窮苦嘅日子，也哋樣辦過富足嘅生活。我已經得到秘訣，隨時隨地，係飽係飢，豐富缺乏，我隆重親自在。我靠嘅書本我能力嘅，凡事都能做。總係我在困難中，你哋來幫助我，實在係好事。你哋腓立比人哋，在我傳福音嘅初期，就是我離開馬其頓嘅時節，在書記嘅事上，除了你哋以外，並無別嘅教會讓我分擔。連在帖撒羅尼迦嘅事，你哋一再派人來攻擊我嘅需要。我並無貪你哋嘅禮物，我所希望嘅，就是你哋全家到位，好記在你哋嘅賬項。這就是你哋送本我一切禮物嘅數據，你哋所送嘅超過我所需要嘅，我已經充足，因為我對以巴弗提接受你哋所送嘅禮物，佢哋像清香嘅香味，係上帝所接納、所歡喜嘅之物。我嘅上帝會照佢在基督耶穌地位偉大嘅豐盛，將你哋所需要嘅一切賜俾你哋。願榮耀歸本我哋嘅阿爸上帝，世世無窮。阿們。請代我對各位屬基督耶穌嘅聖徒請安，同我共下嘅眾兄弟姊妹也對你哋請安。所有嘅聖徒，特別係防共度嘅道人，全部對你哋請安。願主耶穌基督嘅恩典常在你哋心內。